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一首出名的古早台语歌，歌名叫做《无聊的人生》，唱到看到新闻启事流目屎。另外，还有一首古早歌，歌名叫《小姑娘的愿望》，同款嘛是唱到大到启事要用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“客”，可的“客”第二条。客本地意思就是拆开或者是讲明，嘛有开破的意思，咱讲是启发。另外，开启指示，咱讲是启示。若出发去旅行，古早讲是启行。互失明的人教育，咱讲是启明。另外，启明星也就是金星，因为天光进前出现伫东边的天顶，也就是太白金星。也有古早扣骨，有人讲是启赞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启示，这个词伫一寡古早字典拢有收。对台语歌词嘛，当发现讲过去的民间应该是有普遍的使用，意思就是公告出来的消息。第二个词读做启示，意思就是互人启发，互人会当来领悟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阿明找头路无顺势，因为条件真多，薪水嘛都要符合伊的要求。落尾看到这个招人的启示了后，发现这个工作时间有春秋，总算予伊一个启示，就是水无十全，先做则讲。若无，永远就找无予伊百面满意的工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客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